大家好，我係葵盛信義學校嘅舊生陳曉晴，而家就讀佛教善德英文中學。大家好，我係陳曉彤，而家就讀天主教母幼會蕭榮中學。我哋好開心今日可以一齊返到嚟母校，分享下我哋升中呢一年嘅經歷同埋心得。再次踏入葵盛信義學校，望住呢個熟悉嘅操場、課室同走廊，我真係特別懷念以前小學嘅日子啊！我都深有同感啊！以前我哋每日都喺呢度一齊上堂，一齊玩，有老師細心嘅照顧同埋同學嘅陪伴，呢一啲都係好輕鬆快樂嘅時光。轉眼間，我哋已經升上中一成年啦。你覺得中學嘅生活同埋小學生活最大嘅分別係咩啊？我就覺得最大嘅分別就一定係讀書呢一方面。升上中學，科目變多咗，功課量又變大咗，連測驗嘅次數都變得好多，節奏非常之急促。不過我記得升上中學嘅時候，我都有3樣最擔心嘅嘢。係邊3樣嘢令你覺得好擔心㗎？第一就係驚識唔到新嘅朋友，會好孤單。第二就係我驚課業太深同埋功課好多，會追唔上進度。第三就係驚唔熟悉新校園，分唔清邊個課室打邊個課室，會感到好迷茫。原來你都會有呢啲嘅煩惱，咁你分別用咗啲咩方法去解決啊？第一，喺唔識交朋友呢一方面，我會主動同身邊嘅同學傾偈，亦都會多啲去報名參加課外活動。而第二，面對繁多嘅功課同深奧嘅課程，我就有一套方法可以分享。每日規劃好時間，分開完成各科嘅功課，遇到唔明白嘅地方就即刻主動請教老師同同學。至於最後喺唔熟悉校園嘅問題，我會喺小息嘅時候四周圍行下去熟悉一啲嘅位置，慢慢咁樣就唔會驚㗎啦。係啊，中學課程難度都提升咗好多，好多知識需要自己主動溫習同消化。一開始我唔係幾識分配時間，導致成績下跌，嗰陣時真係唔知點算好啊！咁你之後係點樣慢慢調整自己，去揾方法解決㗎？我記得小學老師一直教我哋要自律，要堅持，唔好輕易放棄。所以我重新整理咗自己嘅讀書習慣，每日預留時間溫書、整理筆記，遇到唔明嘅課題就主動問老師同同學討論，慢慢就追翻咗進度，亦都變得越嚟越獨立。聽你咁講，我都覺得好有共鳴啊！不過我除咗讀書之外，我亦都會參加好多唔少嘅課外活動㗎。真㗎？係咩活動啊？參加咗之後又有啲咩唔同嘅收穫呢？我就參加咗排球訓練，呢個係團隊活動嚟嘅。喺過程入面要同好多新同學一齊合作，有時大家意見唔一樣，節奏唔一樣，就要互相體諒，好好去溝通，分清楚邊個人打邊個位。係喎，話時話，你喺善德都成年啦，你覺得呢間中學點樣啊？其實我覺得善德中學嘅讀書風氣非常之濃厚㗎。我都聽你講過好多，你話善德中學啲老師都好用心，同學之間亦都好勤力，大家會互相鼓勵，一齊溫書進步。冇錯，大家都好自律，讀書氣氛濃厚，就算係放小息，都會有啲同學主動溫習。呢種氛圍推動住我，唔敢鬆懈。咁你呢？我就覺得我讀嘅嗰間蕭明中學比較重視多元發展。係啊，我知你中學嘅活動都好豐富㗎。講得好啱，我哋學校除咗重視學業成績之外，仲會有超多嘅學會活動、體育活動同埋比賽。學校會鼓勵我哋多啲嘗試、多啲參與，唔止讀書要叻，亦都要發展自己嘅興趣同埋長處，令到中學嘅生活更加之豐富多彩。雖然我哋兩個唔係讀同一間嘅中學，讀書氣氛、校園特色都唔係一樣，但係我哋面對嘅中學挑戰同埋學習態度，其實全部都一模一樣㗎。不論讀邊一間嘅中學，都需要自律、堅持同識得時間管理。啱啊！不過最重要嘅都係因為有喺小學打好嘅基礎，我哋先可以快啲適應到中學新嘅環境，追上學習嘅節奏。好多同學而家會擔心升中識唔到朋友，跟唔上學習進度。其實大家唔使咁擔心，只要主動踏出第一步，好好安排時間，
所有難題都可以逐漸解決。啱啊！只要努力唔放棄，日後升中就可以自信咁面對所有嘅新挑戰，輕輕鬆鬆咁樣適應到中學嘅生活。我哋嘅分享到此完畢，多謝大家。